Hello，大家好，我係 Man 啊。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一篇寫得幾好嘅文章喎。入邊講到啊，兩個黑暴期間破壞香港和平穩定啦，之後就走咗佬去英國，仲俾香港國安處呢懸紅通緝嘅人啊。一個呢就叫做鄭文傑啦，另一個就係劉祖迪啦。咁啊，先講下鄭文傑先啦。文章就提到啦，佢讀完咗大學之後呢，又讀碩士，仲去過唔同嘅地方做交換生。翻到嚟香港之後呢，佢曾經喺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嗰度工作。咁啊，單睇背景啦，就好似一個呢受過高等教育、前途呢係唔錯嘅人啊。但係佢喺2019年黑暴期間呢，佢就被指又扮記者啦，又扮學生，混入喺示威嘅現場，實質呢係幫外國勢力去收集情報啊。咁文章呢仲爆呢，佢喺深圳被內地公安行政拘留啦，指佢涉及嫖妓啊。仲有片有真相喎，但係佢咧厚顏無恥，調翻轉頭咧話自己被虐待、被逼宮啊，仲講大話，話見到有香港示威者被送中。咁啊，大家諗清楚啦，如果真係有咁嚴重嘅事呢，點解當時冇相關嘅示威者家屬報警呢？點解冇實質嘅證據攞出嚟呢？呢啲疑點呢，確實好難令人相信嘅。咁之後啦，鄭文傑就離開咗香港，走佬咗去英國啦。咁啊，聲稱要尋求呢個庇護。到咗英國之後啦，佢並冇停手嘅，反而聯同其他反中亂港嘅人士咧，組織所謂嘅英國港僑協會啦、避風翼、香港影子議會等等嘅團體啊，繼續喺海外咧推動所謂嘅國際線。咁啊，佢又多次借黎智英案啦、35+等嘅議題，抹黑中央同埋特區政府啊。咁啊，甚至煽動其他人勾結外國勢力。咁啊，最後啦，佢當然被香港警方國安處以涉嫌分裂國家等嘅罪名通緝啦。咁當初佢所謂要口口聲聲話手足齊上齊落啊，但係到頭來啦，自己就走咗落去外國，繼續喺海外搞呢個政治操作啊。咁啊，講到底啦，其實就係一個講嘅大義凜然啦，做就自私自利嘅小人啊。咁啊，除咗鄭文傑啦，另一個講嘅咧就係呢個劉祖迪，即係人稱嘅攬炒巴啦。咁劉祖迪咧喺2019年嘅黑暴期間呢，喺連登提出所謂嘅攬炒概念啊，仲呼籲外國政府咧取消特區官員親中人士同埋佢哋家人嘅海外護照喎。咁之後啦，佢更加高調啊，聲稱要打呢個國際線，四出游說呢個外國咧制裁呢個中國同埋香港。咁要四出游說啦，當然唔少得錢㗎啦。最容易嘅方法咧就係所謂向手足眾籌啦。文章亦都提到啊，劉祖迪同相關嘅團體咧，曾經發起多次嘅眾籌，4次眾籌咧已經籌得超過3700萬嘅港元啊！表面上咧就為咗香港啦，實際上啲錢點樣用咗去邊，根本就係冇人知嘅。咁佢見到香港嘅勢色唔對啦，咁劉祖迪咧就走佬咗去英國啦。去到英國之後咧，佢曾經聲稱啊自己被人襲擊致重傷，咁又話有人想用100萬買起佢條命啊！咁啊，不過啦，唔少同路人咧對呢啲事件咧半信半疑嘅，咁啊甚至質疑佢係咪因為眾籌嘅項目同人哋反目成仇呢？咁啊，所謂手足情深絡，一講到錢嘅時候咧就原形畢露噶啦。咁啊，事實上啦，劉祖迪咧就惡行連連噶啦，唔單止手足想揾佢啦，佢涉嫌咧勾結外國勢力，持續咧請求外國對香港同埋中國進行呢個制裁。咁香港警方國安處咧，亦都以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去通緝佢嘅。而鄭文傑同劉祖迪咧都係借政治為名啦，實質上咧係將香港推向呢個混亂，將外國勢力咧引入呢個香港事務啊，甚至咧呼籲制裁。佢哋口口聲聲話為香港好，但所作所為咧只會令到香港受傷啊，令到市民受害，令到社會啊更加撕裂啊！今日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興，咁啊大家都睇清楚啦，呢啲人嘅真面目啊！唔好再俾呢班人再破壞香港嘅長治久安啦！好啦，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我哋下一集再見啦，拜拜。